軟組織肉瘤咧係嚟自間側嘅軟組織惡性腫瘤，佢佔所有惡性腫瘤嘅唔到1%。而軟組織肉瘤咧最常見發生喺四肢，而大腿咧就係最常見軟組織肉瘤嘅位置，佔所有四肢軟組織肉瘤嘅44%。軟組織肉瘤咧係一種惡性腫瘤，毒性咧就取決於腫瘤嘅分級啦 grading 同埋腫瘤嘅亞型 subtype。佢可以擴散到肺部啦、骨骼啦同埋軟組織。少數咧軟組織肉瘤咧都會擴散到呢個淋巴結嘅。大部分嘅軟組織肉瘤咧都無法查明原因嘅，而小部分嘅軟組織肉瘤咧就因為係遺傳嘅原因啦，或者環境嘅因素引起，好似神經纖維瘤啦、輻射啦同埋二噁英。大部分嘅軟組織肉瘤咧，就除咗腫塊之外咧，就冇其他嘅病徵嘅。我哋建議對任何原因不明嘅腫塊咧，都應該諮詢醫生進行評估嘅。尤其係嗰啲直徑大於5厘米或者持續時間超過3到4個星期嘅腫塊。一般嚟講咧，我哋先用磁力共振掃描啦嚟確定嘅腫塊性質。診斷係透過微創活點啦，或者開放性活點獲取呢個樣本咧，進行組織學嘅檢查。軟組織肉瘤嘅治療方法咧，包括手術啦，同埋呢個放射治療啦，或者係藥物治療啦。咁藥物治療咧，好似化療啦、標靶治療啦，同埋免疫治療。有啲患者咧係需要手術治療嘅，有啲咧又需要合併治療。咁治療方案咧，多數由多學科嘅團隊開會決定嘅。多學科團隊咧，包括咧就係骨科醫生啦、腫瘤醫生啦，同埋其他嘅醫生。